5日空就特别到位啊！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安排立委伫咧5月16日时阵，做伙去太平岛来视察，讲要宣示主权。那民进党呢，立委是批评讲，若是安尼做，可能会互咱的民主朋友误解讲，咱是咧替中国来助威。那民众党这边是讲，视察咱的国土本底就是立委的职务，唔免受甲遐尔政治。 新区政府交接进前，立法院外交甲国防委员会国民党调会马文君摆定5月10日，率领南北立委去太平岛巡视。啊，毋过伫国防委员会拿赢但因空无登记，引起关注。所谈的马文君表示，主要是要宣示主权，顺时工程，为劳驻军。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是批评，这会互民主盟友误认是台湾替中国助威。 考察一下我们自己一些工程，还有慰劳我们当地的一些部队啊，还有宣示主权。立法委员应该也要去了解我们固有之疆土，也不要把它换政治化啦。国民党此团可能释放了错误的讯息，都是要透过集体的行动，为中国助威风，为自己的政府添乱子。学者分析，立委考察太平岛是过去就有的行程，比如2016年，到过朝野立委斗阵去太平岛巡视，加上南海局势继续紧张，外界免过度联想。北京是北京，那台湾是台湾，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？ 真的不用去顾及北京怎么想，觉得该做的就去做。那如果觉得不应该做的，有损台湾的国家利益，那当然就不用去做。面对中国继续在印太地区扩张影响力，甚至威胁大海，新任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七三伫交接典礼致辞时阵，都直接批评中国用非法威胁、向下甲欺骗的行为，继续伫印太区域扩权。My friend General Bronner from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has a phrase called ICAD, and he has renamed gray zone, which sounds otherwise benign and dull, into ICAD, which is illegal, coercive, aggressive, and deceptive. 为美国公布相片，引看到咱的参谋总长梅家秋也得到邀请参加。学者认为，这象征台美军事合作高层交流一直是正密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